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搁三甲组织，伫个主的圣日，做伙来敬拜上帝。礼拜前，咱来练两首的诗歌，伫圣诗内底。第一首圣诗25首，圣诗25首，奇妙圣神至善搁美丽。这首诗歌可能对大家来讲较青分啦吼，所以咱。这首诗歌拢总有6节的歌词，吼，咱来念一解6节的歌词，咱哪念会当哪体会上帝迄个无共性情、无共身份，安怎来管理，也是伊的本性是安怎，甲咱人相亲近这个性情，咱做伙来念拢总有6节的歌词，咱按第1节，请。奇妙圣神，圣名至善搁美丽，对譬如甲故事话通讲起，充满荣耀圣洁，听通主上帝。俄罗何山那，奇妙圣名。第2节，亲像老母日眠做无停，计划宇宙一切奇妙创造，显出。极大智慧，万有得平衡。俄罗何山那，母性上帝。第3节，亲像老爸温柔抱细囝，担当人类所有托磨重担。咱得关怀下面，到国河三听。俄罗何山那，父性上帝。加爱。念父父性上帝。第4节，亲像老人操烦头毛白，看透世上一切邪恶虚假，意爱神奇世界，无绝望厌世。俄罗何山那，年老上帝。第5节，亲像少年热情向前行。厌恶一切虚假、凶恶不义，将你所有献出，为公理拍拼。俄罗何山那，少年上帝。第6节，永活上帝，伟大奥想象，深沉奥妙，超越人所理解，做咱亲密同伴，咱心灵家乡。俄罗何山那，永活上帝。这首诗歌咱可能较无熟，咱请献歌队带咱来吟一摆第1节，吼，咱煞接搁按头来6节拢来吟，请。咱请诗班吼第1节，来。奇妙圣神。至善搁美丽，对譬如甲故事话通讲起，充满荣耀圣洁，听通主上帝。俄罗何山那，奇妙圣。咱第1节过来吟，做伙来吟。奇妙圣神名，至善搁美丽，对譬如甲故事话通讲起，充满荣耀圣洁，听通主上帝。俄罗何山那，奇妙圣名。第2节，亲像老母日眠做无停，计划宇宙一切奇妙创造。显出极大智慧，
万物的平衡。阿罗萨那，母亲上帝第三节，亲像老爸，温柔破碎行，担当人类所有拖磨担当。咱的关怀下面，高歌好三听。阿罗萨那，父神上帝。第四节，亲像老人，操烦头门边。看透世上一切上恶苦家，以爱心去世界，无绝望掩饰。阿罗萨那，你老兄弟第五节。亲像少年，热情向前行，掩护一切负家向我不义，将你所有献出，为公理打拼。阿罗萨那，少年兄弟第六节，永华兄弟，伟大偶像上，亲的目标超过人所理解。最难亲密同伴，咱心灵家乡。阿罗萨那，永华兄弟。这第六节的上尾句，是做一个收尾，所以是啦啦啦啦，这安尼的结束。咱接着来看第二首的圣诗，485首，主暂远互相接纳。这首的诗歌歌词是美国人所写的，曲是牙买加的曲所以这首诗歌嘛真值得咱做伙来思考安怎来伫无共款的族群中间来做合一的工作。咱来念这首诗歌拢总有4节的歌词，咱来念一解第一节，请主暂远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教阮做兄弟姊妹，建立三听无烦，恳求你踮阮中间，暂远信心坚定，阮拢受完全接纳，实现疼痛人生。第二节，主求你教阮学习日常生活中间，追求伫人生路途信心毋忘帮赞。主暂远关心别人，无分本国外邦，无论伫啥款情景，拢得扶持疼痛。第三节，求主接纳阮，改变阮，感动坚定心智，逐日伫现实中间，用听实行真理，尊叹你接纳模样，直到情愿心福，坐倒领受你赦免，享受医治快乐。第四节，今日也有侪人，却无得到安慰，期待受尊重接纳，得到面包公义，用新的眼光方法，凡事坚持真实，求主圣神来更新，透放阮的
合一。同款，咱请诗班来吟第一节，咱煞再来吟全首，请。诗班来。主张我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我，甲阮做兄弟姊妹，建立三听无烦。阮求你踮阮中间站我，信心坚定，愿拢受完全接纳，是迄听他伊。咱第一节做伙来。主张阮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甲阮做兄弟姊妹，建立三听无烦。恳求你踮阮中间站我，信心坚定，愿拢是完全接纳，是迄听他。第二节。主求你甲阮学习日常生活中间，追求伫人生路途信心，毋茫放赞。主张阮关心别人，无分本国外邦，无论伫啥款情境，拢伫扶持听堂。第三节。求主接纳改变阮，当坚定心志，当日伫心中间应实行真理，一旦你接纳无有得到正愿心福，做到享受你赦免，享受伊的快乐。第四节。今日有一人无得到安慰，其他的受尊重接纳，其他的面包公义，用心的眼光方法凡事坚持真实，求主诚心来敬信他帮。咱第四节搁一届来。今日也有多人较无得到安慰，其他受尊重接纳得到面包公义，用心的讲方法，凡事坚持一实，求主诚心来投帮阮的合意。做伙来念阿门。阿门。做伙安静咱的心，请走到。全队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今时学了上帝，今圣诗25首，奇妙圣名，至善国美丽，请起立。
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伫个主日，互阮阁会当做伙聚集伫个遮。阮要来到你的面前，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阿罗你。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早起时，阮要找你；暝时，阮也要思慕你。你是阮所爱，也是阮所想。感谢你每一天的看顾甲保守，阮所欠缺的，伫阮向你来祈求进前，你就拢知，互阮够行无欠，也互阮稳定的杯会当满出来。你是坐伫人民宝座顶面的上帝，由你疼惜阮的灵魂，将阮的罪过迄伫阮的骹脚后。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互阮所行会当合伫你的意思。来恳求你，互阮伫咧审判进前，会当对你遐来学习公义，来行公义。阮的生活中，若是有拄着痛苦、艰难，求你，互阮的艰难艰苦无空空，会当对你遐得着平安，也互阮确信。你的阳光确实要伫地。阮知生命是你创造的，也求你安慰这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互阮伫这中间会当看见你所想事永远活命的愿望甲光明。感谢你，因带罗牧师这3天的培灵会，互阮通过以早先知因的启示教示。互阮会当知影，若是阮无听你的话时，你是偌艰苦；搁较知影，阮若顺从你的旨意的时，你是偌尔啊欢喜。也求你帮助阮，时时来想起这先知的启示，互阮知伫咧这个世代，阮有啥物款的挑战，甲阮应该负的责任。即时，阮也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立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即时，阮也要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阮的信仰。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于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过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气力，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高定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阮信上帝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
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这个温数，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别，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启示文29篇，诗篇119篇，我来刻，请大家来印。因为无通指责，这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这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喙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文是米迦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咱做伙来领受，当着听耶和华所讲的，起来，你着伫这个山的面前辩论，互这个山岭听见你的声。这个山甲地坚固的根基啊，着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甲伊的百姓争辩，阁要甲以色列排争你。我的百姓啊，我捌对你做甚物？我有甚物互你为难？你通对我指出。我捌带你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做奴才的厝，找摩西、阿伦、米利暗伫你的面前。我的百姓啊，恁着记得摩押王巴力所计谋的，甲比拟的囝巴兰应伊的话，对十天到结家的事，通互恁知耶和华所行的公义。我就近耶和华，跪拜至高的上帝，着用甚物啊？着用烧祭，也是满年的牛仔来就近伊啊？耶和华欢喜清清这个公羊吗？也是万万条溪的油吗？我着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囝吗？为着我心内的罪恶献我本身所生的吗？人啊，伊捌指示你，甚物是好？耶和华爱你甚物？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甲行。再来，请圣歌队赞美所献的诗歌是哈利路亚，俄罗我主。
正道今日罗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回到入约的起初。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感谢教会邀请过去对拜五开始，一直到今仔日在时有这个机会，甲大家通过旧约的先知的信息来思考，大家更较来明白先知伫古早所讲的话，对咱今仔日到底有啥物款的启发？也感谢教会，互我有机会代表台湾新学院的蔡厝伦院长甲全体的师生来甲大家请安。特别感谢树林教会过去以来一直支持台新的神学教育，也通过提供教室，互神学教育会通进入地方的教会，帮助较无得到信仰的造就的兄弟。这时，请咱做伙来祈祷。稳定大权力的主宰，阮感谢你赏赐话语，求你拍开阮的耳孔甲目睭，感动阮的心，阮真正甲你相拄，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利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先要请大家来做伙欣赏一段介绍台神的现况的影片，咱请同工来。互大家来欣赏。人跟人的距离变得遥远，被开发了，变远，各种的力爆棚也变得更近，真让人头痛，完全没距离，紧密结合。去年疫情爆发以后，学校改善真侪视听设备，因为有提前准备，互阮会通伫今年5月份忽然间升到3级警戒时，会通平顺面对。今年的毕业典礼伫开课礼拜堂中间，阮用特样的方式传达听的信息，分享师生温暖的祝福，并提醒毕业生毋通袂记得上起初的呼召。立案了后，台神旨意提升学术产出，努力产官学的合作。感谢主，阮伫今年6月份得到教育部评鉴通过。这个全面性的通过，无仅代表神学教育得到更较侪认同，相信也伫未来对学术界甲社会会当做出更较侪贡献。今年3月底，南寮完成整修，是真侪听主的兄弟看见神学教育顶面的需要，出钱出力，斗阵完成的工作。伫准工礼拜迄天，有真侪过去带过南寮的牧长，倒转到学校，甲阮相甲欢喜。伫南寮完成以后，学校接续进行女神寮的整修。第新学期的开始，台神必须凭着信心，迎接一个无确定的未来。今年的疫情对台湾教会来讲是真大的挑战。当主日礼拜所有的聚会，甚至是婚礼、丧礼，只有会当以网络来进行的事，伊打破了咱伫教会生活的惯性，重新思考教会存在的目的，也互咱重新操练伫信仰中上基本，却也是常常互人忽略的实践，就是专心较无上帝的话，真实的敬拜甲祈祷，并且甲主内兄弟姊妹三夫妻三结连，真实过基督徒的团体生活。这互咱想起一句话讲，这是上歹的时代，也是上好的时代。当然，今年的疫情也互新学院的经费面对上大的考验。
新学院会当继续培养教会未来的侍奉者。若无地方教会兄弟的奉献，实在无法度达成。阮非常需要你的奉献。邀请立位兄弟继续用祈祷奉献来支持台湾新学院，互阮伫信心的引带下面，会当看明上帝伫即个世代的作为，也互阮会当勇敢回应上帝所交托互阮的使命。请大家继续为着新学院的老师，会当伫所行所讲的顶面来引出学生，为着新学院会当培养学生的宣教甲服侍的心智来祈祷，也为着新学院会当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来造就未来上帝国的工人来祈祷。无论是伫传道者，还是灵性的关怀者、教会音乐的侍奉者的栽培顶面，会当为台湾的教会来尽心尽力。今年伫即款的疫情真大的挑战的中间，经费的欠缺中间，希望会当继续来服侍，求主帮助，也请大家伫主的感动的中间，带到关怀甲奉献。今仔日是普世宗教改革的纪念日，全世界基督教的教会伫即日纪念路德马丁伫1517年10月31号，将95条的论题钉伫德国威登堡正圣道教堂的门口，开始宗教改革的运动。迄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会立的赎罪券，甲人民讲通过赎罪券会当得到救赎。总是宗教改革通过研学圣经，重新发现上帝的话，重新发现独独上帝的恩典，互人得救。这种为上帝的恩典得到经过的感恩，互教会有气力去关怀人民的需要，也强调万民拢是祭司，信徒会当伫日常的生活中来见证上帝，发现上帝的呼召。这款的真宝贵的遗产，是咱应当爱纪念，而且活出来的。这款的信仰的精神，回应古约先知的精神。今仔日咱所读的《米迦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就是古约先知信息一个真清楚的解说。米迦先知伫第6章的宣讲，咱要来做伙来听，来搁一摆找到教会更新的气力。当米迦先知受呼召宣讲信息的时阵，是伫主前第8世纪。伊受到上帝的差遣，特别针对南国犹大宣讲信息。迄时国家前后有约坦王、亚哈斯王、希西家王掌权，因开始面对一个真大的危机。米迦书的内容，互咱知影，迄当阵伫国际的政治的方面，犹大国面对亚述帝国的侵略；伫内政的方面，官长贪心无行公义，抢夺宋乡人的土地。伫第3章，先知考试遮的人讲遮个人怨恨好爱歹，剥人的皮，甚至第10节安尼讲因用火建立锡安，用罪恶起造耶路撒冷，受托执行公义公平的领袖，完全毋知影公平是啥物。米迦先知为着社会无公平
公义，也为着善家人的受苦，感觉非常的艰苦心。甚至看到国家城市的繁荣，不过是表面，伊指出随时要到的灾难甲审判。甚至伊知影即个国家已经离上帝迄当时设立伊的目标非常的远，犹大国阁会当回去早前上帝甲因立约的目的吗？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第6章的中间，先知代表耶和华上帝来向犹大百姓进行新圣的约的辩论。我们国语说圣约的论辩，这就亲像一场伫法庭的控告。不过所根据的，毋是法律的规矩，却是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历史。亲像宗教改革所强调的，就要回去信仰上起头的根源。伫经文中，米迦先知伊也呼叫百姓回去起头。回想上帝早前拯救因、甲因立约的经验，去思想这个群体到底是伫叨位偏离上帝所带领的道路。今仔日，咱伫教会也时常需要回想上帝当初竞选咱成做教会的意义。咱需要问家己，是毋是有伫叨位行毋对方向？咱敢真正有活出上帝当初呼召咱的时，互咱的使命吗？米迦先知伊代表上帝来控告百姓。第20讲，耶和华要甲伊的百姓争辩，伊要甲以色列摆正理。伫遮，控告者是上帝，受控告者是犹大的百姓。见证人是关山甲山岭。伫以色列的传统中，当上帝甲百姓立约的时，天甲地、关山甲山岭拢是见证人。所以百姓若是背约，因无有借口。毋过，若是咱详细看第3节到第5节的内容，真趣味的是，竟然是百姓先出嘴来甲上帝争辩，因到底咧争辩啥物？百姓感觉上帝对因无好。第3节，台语的经文讲，上帝互因为难。华语的翻译就是，上帝让他们厌烦。厌烦有互人打动的意思，所以百姓认为上帝互因打动的。到底什么款的打动？经文的中间，咱会当看见百姓抓做上帝要求因，就要不停不时的限制。因就是讲，上帝是一位要求真多、互人动荡的上帝。总是，这是真大的误解。上帝怎样回应因？在经文中，上帝反正控告百姓误解圣约真正的意义，也让百姓回想当初伊怎样拯救因出埃及，经过旷野，最后进入应允的土地的经验。这是一段充满上帝的救恩的历史。伫第4节安尼讲，上帝带领因出埃及，救因脱离最奴才的厝。而且设立摩西、阿伦、米利暗，带领因来向前行。第5节，爱百姓纪念列祖当初经过旷野进入摩押的时阵，上帝互先知巴兰的咒诅来变作祝福的奇妙的作为。而且当百姓为十田到结跏，百姓拄着种种的艰难，总是拢经历上帝的同在。米迦讲，恁若斟酌想，就会明白这一切拢是上帝所行的公义。华语安尼讲，
你们如果认真思考的时候，你们会明白上帝公义的作为。伫这经文所讲的公义，更较有救恩的意思，也就是讲，这一切拢是上帝的救恩的作为，便是应当知影上帝的本性是欢喜施恩拯救的。不过，便是若想感觉无满足，就继续来提问讲：第6节，我就近耶和华跪拜至高的上帝，着用什么啊？有真侪学者认为，第6节至第8节所用的形式是古早进入圣殿的礼仪，也就是讲，伫圣殿的门口，便是要甲这个祭司伫遐咧有应答。第6节到第7节所要讲的意思，就是若是我要条件上帝为家己赎罪，应该献什么？敢讲着献上千万只太好的羊仔、牛仔、公羊，流出满满的油，亲像一条溪，上帝才会欢喜，才会感恩吗？敢讲为着家己的罪过，甲得罪上帝，应该爱献上大囝做祭吗？伫迄时的犹太国有一种非常超过，也就是讲咱今仔日的话讲很浮夸的献祭的一种的风俗，认为讲献甲哪多哪贵，哪有赎罪的功效。这款甚至到献大囝的地步，袂记哩罪得到赦免，是出自上帝的恩典。这款的赎罪的心态，也有可能会出现伫今仔日。咱到教会敬拜的时阵，是毋是为着求一个安心，认为讲敬拜哪道日，奉献哪多，上帝的赦免甲恩典就会哪多，总是行出教会的大门，有关活自我中心，想要做啥物就做啥物，生活完全无改变的。伫第8节。上帝就通过米迦来回应百姓的提问，将上帝对立约百姓的要求做一个非常清楚、有气力的回答。人啊，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耶和华爱你什么，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同行。这则的经文。值得咱好好思想。大先行公义、心存怜悯，所表达的是一种伫神圣的约的中间的一种互相的扶持，因为大家拢坐伫同一条船顶。公义代表用行动来实践律法的要求，律法所期待的群体的和谐。有一个学者提起讲，公义就是通过和平的行动、公正的行动、法定的判决、群体的和好，来建立公义的秩序。这款的公义会当重建群体，消除群体中间的压迫甲无公平。譬如讲，扶持遐个毋捌法律的保障的人，互敌对甲疏远的双方会当和好，也是用公正的行动，互伤害来得到医治。讲到怜悯这个字，伊的原文所表达的是一种对名誉的谈判的坚定不变的阻碍甲忠诚，对于盟约同伴的坚定不变的慈爱与忠诚，也就是讲，伫名誉中间较强的谈判的自由。为着有需要，较软者的谈判来提供拯救甲保护的责任。伫旧约中，这种的坚定不变的阻碍，主要是出自上帝。上帝伊本身主动来甲遮尔软者、遮尔弱小的以色列来立约，伊扶持、伊拯救以色列百姓，甚至当以色列百姓犯罪。未堪你来承受上帝之爱的时阵，上帝犹原
继续施恩怜悯，因为安尼，上帝也要求伊的子民活出立约上帝的性质，来展现坚定不变的主爱，来采取行动照顾群体中间上弱小的人。所以，人啊，耶和华爱你什么？这是爱以色列百姓，爱咱回应上帝的救恩，具体表现伫行公义、心存怜悯的顶面。不过，还佫有另外一个问题：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形，这敢是上帝所要求的第三项吗？其实，这个要求并不是甲头前的这两个要求所分开的，反正是甲头前的两个要求结做伙的一个根本的态度。若讲行公义、心存怜悯，是强调群体生活中迄种的彼此的怀的关系。安尼来讲，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形，就是自身伫咱甲上帝中间迄个德的关系。若无谦卑甲上帝三角形，咱无可能行出公义、有怜悯的心。或者甲咱讲，尊谦卑的心，原文毋若表示谦卑，搁较强调谨慎、用智慧来行的特质。也就是讲，咱若要甲上帝三角形，是毋是会通谨慎、用智慧来发觉上帝的心意甲作为呢？咱若逐日希望伫群体中间行公义、心存怜悯，咱敢无需要真谨慎，用祈祷的心，时常来思考、来默想上帝伫生活中所行的每一个奇妙的拯救的事呢？所以认为，当咱来到教会条件耶和华，就献上什么？米迦先知提醒咱检查上帝无爱咱献上什么物件，反正上帝爱咱全人群地伊，先知呼叫咱用性命来甲上帝三角形，用公义的行动甲怜悯的作为去起造群体，去听土地上上受忽略、上欠缺的成员。无论教会内，还是教会外，伫遮我想要来甲大家分享咱台湾一个非常受人尊敬、已经过身的医师，叫做贾伟医师的故事。相信咱的中间有袂少人知影伊的名字。贾伟医师伊本身也是牧师，是南投人。当少年的时阵去读台南神学院，毕业了后，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真压迫，所以伫教会感觉无法度发挥，所以伊讲伊感觉有一个逃避的心态，想讲要来日本，要去日本来学医学。总是伫遐有一个真特殊的经历，伊拄到一个死亡的威胁，将军要死煞活落来，互伊做一个决定。伊讲伊的性命属伫上帝，伊永远袂阁逃避任何一项挑战。当伊返来台湾的时，伊拄到迄当时台湾神学院院长孙雅各牧师的夫人，也是挂彩机会的创设者孙理莲宣教师。孙理莲，咱真侪人知影，伊非常积极关心原住民同胞中间得到重病的人。伊设立山地的诊所，孙理莲就对贾伟讲：贾医师，这个善这个艰苦人真需要你。阮有一个巡回的诊所，咱就对因来传讲主的所行，也要对为着主的缘故来医治这个人受伤的空喙。贾伟伊无逃避这个呼叫声，伊缀孙理莲的团队上山，伫暝时因伫野地咧过暝，伫日时因就医治破病的人。了后，孙理莲鼓励伊去美国继续来进修外科的手术。当伊倒来的时阵，
经过一段时间，台南北门的地区流行乌卡病，这个大家会记哩。感觉讲这是一个台湾一个过去真重要的历史。迄个时阵，北门有真侪人因为当地啉水的问题，脚甲大腿拢害了，非常痛苦，需要去固定。孙立人就搁一摆邀请社委，逐礼拜去北门义诊。社委逐摆为伊所住的南投去北门一抓，就爱经过150公里。总是伊无放弃，伊无倒闭，伊逐礼拜拢去，前后拢总为着940位的患者动手术。伊虽然伫南投有家己所开的病院，总是伊时常走踪来帮赞拄则所讲的遮个诊所的病人。遮个人有真侪是急诊，伊也无提示。有一句话讲：为主甘愿真做工人。虽望社委一世人真劳苦，伊无当退休，总是伊用性命来活出正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的精神，也提醒咱今仔日的教会，要回应上帝拯救的恩典，就应该实践伫对群体中上弱小的人的照顾的顶面。请大家为着台湾神学院祈祷，希望神学院的神学教育会当学习孙立人宣教师甲社委牧师美好的模样，培养甲上帝三角行，而且会通具体活出行公义、心存怜悯的使命的牧者。各位兄弟，耶和华爱你生命。伫新冠病毒疫情的期间，伫消费主义真强、人的心冷淡的时阵，咱怎样实践对厝边的疼？几礼拜前，高雄城中城大楼的这个事件，互咱发觉到讲，伫都市非常闹热的所在，有受忽略的角落。才会住伫大楼内面的人，因的生活条件是遮尔啊歹。若是咱的教会所徛起的社区，是伫城中城大楼的边仔，上帝会怎样呼叫咱来服侍其中的居民？对咱来讲，这拢是真大的挑战。总是求主帮助咱，也怜悯咱，互咱会记得教会是上帝所呼召的圣约的团体，登去立约的起头，回应上帝拯救的疼。请咱做伙来祈祷，用稳定的作为带领百姓向前行的上帝，愿感谢你，当阮有缘是罪人的时阵，就拯救阮，互阮会通经历稳定。求主帮助阮记牢你爱阮做啥物，独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三角行，活出立约子民的款式。求主帮助你所设立、你所听的属灵教会众兄弟，伫属灵地区有智慧，甲你同行，来显明你的听。求主也纪念你所设立的神学院，和神学教育会培养追求公义、佮有怜悯的传道者，互你的名得到荣光。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来今回应的诗歌，圣诗485首，主赞阮互相接纳，请起立。主赞阮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甲阮做兄弟姊妹，建立三听无烦。恳求你踮阮中间，赞阮信心坚定，愿拢
接纳实现疼痛人生。主求你教阮学习日常生活中间，追求伫人生路途信心，毋忘帮衬。主张阮关心别人，无分本高外邦，无论伫啥款境境，拢伫好似听谈。求主接纳改变阮感动，坚定心志，逐日伫现实中间应听，实行真理，尊叹你接纳无有的交情愿心抱，坐倒领受你赦免享受伊的快乐。今日也有多人较无得到安慰，期待受尊重接纳你着面包公义，用心的眼光互我万事坚持真心，求主诚心来更新我愿你阿弥。请坐，备办心来奉献，奉献的时金献做偌济？请坐。金句，今日金句，米迦书第6章第8节，人啊，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耶和华爱你什么？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咱做伙来念2摆。米迦书6章第8节，人啊，
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耶和华爱你什么，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米迦书第6章第8节，人啊，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耶和华爱你什么，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毋知今仔日有伫厝内树林教会聚会兄弟姊妹无？会当请你徛起来，阮来甲你欢迎。好，若是无，咱做伙来关心教会的事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石牌教会设教50周年，今日下晡本会科牧师甲代表前往参加。11月初2早起10点，本会科牧师地传道苏俊惠甲陈真真长老前往参加台北中会会议。圣诞歌开放登记咯，请想要预定的兄弟11月14号进前到招待台登记。11月27号暗时7点举行港文见证会，即马开始报名至11月14号为止，欢迎邀请福音朋友参加。12月19号举行圣礼典，请想要洗礼兄弟向办公室报名。教会奉献增加定期定额的方式，详细情形请至招待台参考。台湾圣经公会年底要出版现代台语译本和罗版圣经，请要买兄弟到教育馆1楼也是办公室登记，早鸟价到今仔日为止。明仔载早起9点半，双年团契举行活动会以及健康课程，欢迎踊跃参加。另外提醒，请穿方便的衫裤加运动鞋。今日下晡1点，爱家团契邀请杨晴妹长老分享，欢迎大家踊跃参加。11月初6早起11点，嘉北的剧团邀请杨晴妹长老分享生活见证。请继续为身体欠满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甲医治。感谢主上帝，互咱会当各自听到的时刻三甲自执。特别一项，咱最近也来关心代祷，因为咱今年对5月开始受到疫情的影响，咱会记得有3个月的时间拢用线顶的礼拜。虽然8月、9月以后开始渐渐开放，还佫有真侪兄弟姊妹这个部分有一寡限制甲学习。咱知影，即马空间已经会当开放甲用咱的医疗来讲，一疗坐3个人，至少会当坐3个人，所以空间毋是一个限制啊。不过，佫有一寡兄弟姊妹的心情，咱需要互相鼓励、互相带导吼。5月即个疫情，互咱有新的学习，线顶大家真好的联系。但是，伊嘛有新的挑战。有人发现讲，安尼踮咧厝诶，逐项拢足方便诶吼，毋免去教会，毋免去菜市啊。你干那踮咧厝诶拍拍，伊就甲你送来啊。吼，买菜买食啥，煞变这是一个挑战。虽然有新的功课学习，但是咱嘛有新的挑战。人甲人诶关系，面对面煞愈袂晓讲话，踮咧厝就好啊吼，毋通出门较方便。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功课。拄啊，罗牧师咧，甲咱提醒，其实米迦书6章8节，讲到甲上帝三同行这款德的关系，嘛有在欢喜的部分，有公义，有怜悯，互相的关心，所以咱互相鼓励，互兄弟姊妹会当个转来伫上帝面前，三甲敬拜，三甲服侍。另外，咱也特别为着教会有真侪，即个家己徛起，也是住伫厝的，拄仔咧讲的即款爱突破，无论是工作、生活、服侍，一寡思考拢爱改变，推动进行的方法嘛无共款。
这是咱即几个月疫情所带予咱的一个部分。包括有不止啊侪兄弟身体欠安，也是家庭有特别的需要，咱放在祈祷中。咱也有一个青年，伫旧年底有一个意外，所以的倒手这个神经受伤害真大。虽然经过这成10个月的复健，抑佫倒手，毋是真好势。所以即礼拜二要手术，咱也特别为着这需要祈祷，要对骹的部分摕一条神经来放伫个手的部分。所以即款的手术也不遮大。医生讲差不多8点钟到10点钟的时间，因为望会当未来这个手会当个活动吼，因为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功课。咱兄弟姊妹中间互相关怀，也经验主上帝，甲咱开活路。所以这个时阵有缘，咱个人也好，家庭也好，你要主祈祷拜日的，咱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请咱起立同心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我哋当领受你的话，阮逐步等在你面前，因为我们得到救赎，得到欢心，主上帝你亲自来帮助阮，我用敬畏的心、真心来经验，不经过我的上帝，你甲我的道理心。万愿能的主，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定着的时刻来甲圣殿甲主你相见。这是你手术互阮的性命，时间是你所互阮的奥秘。阮来到你的面前，来回应你的听，嘛来思考你互阮这个活命极其要紧的功课。恳求圣神常常帮助阮。互阮会当悔改，倒转来主的面前，互阮的灵性生活拢会当得到换新，通好经验主上帝伫不断伫拯救、伫保守、伫引带阮。阮将每一个兄弟姊妹仰望交托，无论是阮的工作、身体健康、家庭生活，还是阮的服侍。阮的心思意念，甲主的亲近，主啊，恳求你圣神亲自来教示阮，通互阮会当明白你享受阮生命极其宝贵的意义，互阮会当享受甲主相同行，有怜悯的心，行伫主的真理中间，即款的欢喜，恳求你的慈爱。怜悯拢无离开阮，愿让你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上演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
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直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请坐，连交线，接请结离开频道。